起。开关开始，向机导引擎3公里前到风，再风，3风，温到风，再风，3风。这个你超时了。太细了。不给先送一个，请坐下。有你。还是讲无给先开头者。开头。所以，各位各位多少各位前来给大家晚安。咱们来做一个有一个第三个报告的见解。那么呢，现在整点的书呢在1%。咱即摆先看下，等一下吼，咱等做一个心得分享吼，开始了吼。这边是。你那个看法跟我播放，按放好那个。播放了。对，黑幕亮。你。好，大家好。好，请坐。顺延10分钟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到现在精神都好吗？刚开头时候讲的，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主人，自主管理。所以签到其实没有理由。要成仙做不需要理由，要下地狱轮回不需要理由，那是事实认证就好。那今天他们安排的题目是三朝普渡的见证。那三朝普渡我们就朗朗上口，在越南有一个可能是我们14代祖、13代祖传下去的一个单位，他们那个教的门口就写着三朝普渡，很有意思哦，三朝普渡。所以很多人说那是三朝普渡教，因为这就写三朝普渡，那应该是过去祖师留下来的。那道德尊贵其实我们听了很多，重点在于是有没有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些话你听了见证听了以后，跟你有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把它化为行动、化为感动、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的话，白听。就像我们早上讲的，情绪不好是浪费生命，白活那是一样的。所以道德珍贵、三宝心法弥勒净土、天人普渡，那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其他宗教法门不可能3个都有啊，绝对不可能。像三宝心法都很好，可是很难做得到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时时勤拂拭，把他的心也掌握得很好。弥勒净土呢，它很容易做，可是你不相信，我就是宝贝这个是很奥妙的。为什么在想，当初玄奘大师到了印度19年，弘扬弥勒法门，可是就是没有人听，没有人信，所以今天我们一贯道才有机会弘扬，你知道吗？如果他们都已经传遍了，那我们还得混吗？没得混了，混是不好意思，混对老师讲了，老师就没有那个使命来这里带啦。所以这个也是天意就是弥勒法门非常棒。在天命普渡，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了。因为耶稣他的4个门徒的书，写了很多的显化神迹，那是2000年前的。那在今天的白话法门，可以说垂手可得。问题是，但还是一句话，听了以后，你有没有去思考？听了以
你有没有拿起来用，感动一下，然后化为行动？所以或许在讲课之前，希望提醒大家，以下所讲的都是或者所亲自去见证，甚至于都去touch到的，那提供给各位参考，希望对各位有帮助啊。首先，上道普渡，我们都很了解，上渡气天仙，下渡幽冥鬼魂，中渡人间善男信女。过去是没有的，以前是没有的。那以前的气天仙，他是过去修行修炼，有功有德，或者是忠孝节义、烈女节妇。那他所行的功德、善德，有具备回到气天的资粮，那么这个气天神啊。那是问题来了，气天仙还有鬼魂，他都没有身体，没有身体，我们人间在办道，看不到摸不着，他有一套手续，就是必须要透过显化、见证、托梦，还有一个审核的过程，他才可以求道。以气天仙来说，他条件很难，倍加困难。第一个，气天仙想求道排队，他就托梦或者是示现，让前人老前人知道，老前人准许，然后呢，仙长是蓝体仙翁。各位知道蓝体仙翁是哪一位吗？八仙那个挂土中间提鹤那一个，就是蓝体仙翁老寿星。老寿星批准的，像那个韩信大仙，也是来保卫显化啊，要求道啊。结果到玉龙开坛，请老仙翁到坛，2个字不可不准，再请还是不准。然后过了30几天在南屏山，后来师兄带着他来求道，所以他要蓝体仙翁批准。再来批准以后，他不像人间自己去找银宝石，银宝石去渡人，他是自己找银宝石，或者仙佛指定谁跟谁有缘，谁让他银宝石，不是你想要当大仙的银宝石就可以的啊。这是那求道以后一样，还要搭帮助道，那以后再封果位，这是它的过程是比较繁杂。那大仙里面求道大仙有3班，云智班就是以有无量教菩萨为主的，那是我们师父做的第一个大仙。茂智班是我们师尊7少寺降世的眷属，李茂猛师兄。茂猛就是我们磕头的时候正殿元帅啊，正殿将军就是3天主考茂猛师兄，他以他为仙长。那物质班就是王阳明大仙为仙长，这是大概我们简单的背景说明一下。那幽冥鬼魂求道的机缘更是不容易，为什么呢？你会当鬼，当然鬼里面有分有功德、有福德的鬼跟没有福德的鬼，穷鬼就是没有福德的鬼。那是不是他在世很穷，像我这样子没有求道的时候就变穷鬼呢？不会，他看你有没有善德，不是看你的在世的这个物质条件。所以他分2途啦，要渡鬼有2途。第一个是怎么样？他自己来求道，得了一个谕旨或者是元王的旨，或者仙佛带来求道，就是跟人一样，借一个人的身体，借菜翘手或借人点道，用阳表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子孙超拔，条件够了可以超拔。超拔以后呢，再修炼手，天人会修炼手，百日修炼回来结缘。过去道路还没有发展的时候，3才看引难啊，所以可以怎么样结缘？跟祖孙讲过去没有交代的事情像仁义大仙、德美方田师，哇不得了，他开创25间嘉年佛堂，公共佛堂，一个一个讲，一个讲，一个佛堂把前面的人叫出来勉励，叫了几百位人，不得了。那3才闭着眼睛写，他也不晓得谁来谁没有来。还有一个我们那个蔡莲师从泰国回来，他也闻风而至去那边旁听，也是给他勉励。从泰国来的蔡莲师，他都能够叫得起来，非常傲慢，而且生前没有交代的事情都可以自我交代，这是真正道理殊胜。那上道普渡我们就分3个部分来谈啊，因为时间很有限。第一个气天仙，上度气天仙，你知道吗？我们人间的求道都是半推半就，很难得说，千里访名师，万里求佛节来磕头求道的很少，有也是很少啦。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种人？像我是算是不是根基很好的，人家跟我讲有点兴趣好奇就去了，就这样子啊。那气天仙渴求求道，
这个后学也亲身见到，那大概是20年前吧。后学刚放下公职到国外去，前老就很慈悲，后学常开玩笑说，我这个2军先辞职嘛，摸鱼鞋嘛，后你知道吧？1军还在上班，就派2军出去去培训人才去支援，到吉隆坡道场巴生区去支援，去教他们怎么讲法会，去法会去那边讲课。刚好同学在建房，在那边看看书聊天的时候，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声音在讲，点恩师不慈悲啊，你们点恩师不慈悲啊，说谁那么大胆的在讲点恩师不慈悲呢？我就跑过去看，跪着一个借窍的纪天神，他们说那个人是乩童，也是道亲。那纪天神就哭啊，在地上哭啊，你们点恩师不慈悲，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点恩师。他说老师要来的啦，我们也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来。然后呢，他说要去见老师啊。那我说你这样子吵吵闹闹，佛堂这么庄严怎么可以？点恩师不答应他，他说点恩师有天命，护法神拦着不让他进去。他说在说点恩师不慈悲。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见老师？那老师等一下就会来，他知道老师来大概会有通报，好像那个总统要出巡，都有警察会站岗嘛，大概是这样的。他就知道会来。然后说老师，我要求老师啊，我要求道啊，我这个轮回很苦啊，我要求道。他就说这样好不好？约法三章，你到里面去，不要吵不要闹，我们让你进去，这样才会老大回归，好不好？他还说好哦，还画押在地上签字，你知道吗？顺便甩个鼻涕，鼻涕都下来甩个鼻涕，我都还非常记得。谢谢梁师妹，你金口一开，护法神让开了。我们是台湾区的代表中心嘛，可能我们讲的话也算数嘛都让开了，这都是他说的。他说老师已经来了，我就跟着他去，老师正在介绍呢，是他气天神通知我们老师介绍，跟着他去看。第的时候，他很乖，大概3分钟，保持世界很乖很配合，按照诺言进行。第4分钟就动脸了，你知道？刚好老师到堂说：“徒儿们，你们说天使急不急？”大家都嘛傻傻的，急，他动没了，你们乱说，你们胡说，我们才知道急，你们不知道啊，老师啊救我！哇，他在那边生气，你知道吗？糟糕了，上当了，气天使也会骗人，然后就跑到前面去，扑通磕下来，老师啊，你要救我，给我求道！上当了，那个小金棒连这个也骗，然后老师就说，为师有话跟他们说。你不要急，天时紧急为师之道。可是你功德不够，你好好做，时间到了，条件够了，为师会给你机会的。但是你要多打帮助到，一直磕头呢，你就退窍吧，叫他退窍，不要打扰你们好友的时间。各位，那是武将，他怎么退窍你知道吗？后空翻转2000落地退窍。我没有见过那么神的武术，你知道吗？后空翻，我说这个人常常运动吗？哪里他没有在运动的？那是这招后空翻都阿北所以是武将。那渴望求道，那我们呢？这感觉灵敏度不太够再来求道的实力，土地公这个是义和圣堂台湾的。一般后学曾经听说很多大仙求道以后。因为都是护法神在嘛，他会4方向都磕头，到处磕头这样子，我没有见过。不过我碰到一个小片段，是他们义和圣堂拍下来的土地公求道那种感激点到前人，感激银宝师磕响头那个画面，很令人感动，很震撼。台南义和圣堂。磕头，磕3个响头，很激动。还有跟陪堂的人员，谢谢陪堂人员。还有谢谢大众。为什么各位求道以后有这么激动吗？
所以有时候没有感觉嘛。好，就谢谢老母。谢感恩老母。对角，好。从以上两个实例那种渴望求道跟求道的感恩，我们真的很汗颜。我们有身体，我们知道道的珍贵，感动一下子就过去。所以或许还是要提醒大家，感动后来行动，不然白听了。好，那司马光大仙在民国29年，那是老前人其实度化的。那个我们讲义后面有提到，老前人在13列里面有提到，老前人28年的时候，都每天去报字啊，去帮忙帮办。那看到很多大仙会来访求缘人求道，他想说，不错哦，我也来度个大仙，当大仙的前人也不错哦。后来就有机会当了这个什么，这个司马光大仙的这个引导师。那还规定，功德会是南子学会规定的，1000元1000块大元，1000块这个钞票不可以少啊，不可以少。那么司马光大仙求道以后，当然，他就是有时候要帮助到。可是我们老前人到台湾了，一直过了很多年，都一直没有弘展。原来师父跟他讲啊，他本来要去西安，对不对？后来到台湾来，师父跟他讲了，你去台湾10年，道观不开，回来问我说我这个天命是假的。所以10年都是10年的，这个语出法随，所以老天就认定要考验老千人10年。所以老千人到台湾被抓去关啊，怎么样啊，生病啊，穷途潦倒，4万多一块，碰到很多的波折，都办不开。听说有一次在那个台南骑脚踏车去乡下渡人，不小心脚踏车撞上电线杆，前面轮子撞歪了，就卡住了，动不了了。他想，大仙你在哪里呀？就踹一下那个前轮然后一踹，轮子好了，可以动了，你知道吗？可能一踹大仙出来帮忙了。后来就想念，也是要希望大仙帮忙嘛。就在45年，我们老先生是37年来嘛，还没到10年呢。45年来的时候，含前人的时候都是前人请司马光大仙到台我们的讲义里面附都有。敲纲就有，智慧意识，出家所见无我事，这个我就不了解。是他后来出家，红尘脱离自世，乌江霸王就是项羽还有有勇无志，韩信炼锐成虚。你要放不下这些名利，到最后成一场空。哪如张良有志，摇头摆尾说不知，出青山不管人间事，出家去修道去了。所以汉初那4节，张良全脸能够全身而退就是这样子。然后悟司马光大仙，所以他是物质班，有没有？读书人一些如是，物质班的那典礼，你看有一句话，看到没有？遥叩师母圣安。我们那个求道的时候，师母还在，所以我看到那个信徒遥叩师母圣安。可是过了几年，没有遥叩了。我们晓得师母成道了，后来到民国69年，那个香港的新闻，中华圣母莲坛，师母成道了。所以以前我们就觉得奇怪，以前的遥叩师母，后来怎么不用遥叩了呢？都没有人解答，我们不敢问，原来是这样子然后他怎么说？恩公含君会台来，小仙欢喜不知谈，终日不离你左右，可是名不见仙莲。你不马拐啦，我讲你的辛苦边呢。那后面他讲，老母有令，这个时候要给你蹲，给你考验。你不要厌万叹，万望浅显心莫怨，非是小仙望恩宽，只光绝情绝义是我动不了手时是欲铸浅浅断，欲咬红颜报老天，奈无母命道红险，皇母不准如此前。云儿自有良机会，然后我们就说了，你会考验，过了考验，笔诗显化自可版，到时候到红展，后来果然到了快接近50年的时候，道路就红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你看看10年一个大德前人10年考验，
就是可以说司马光大仙的哈。那也有人这样说了，为什么花衣组都很穷？因为渡到一个穷秀才，司马光大仙是清官，没有钱他们有人说那个宝光剑的前人渡到一个财神猎人，所以他们都很有钱，所以没关系，用钱买不到人才我们要认了就好了哈。还有赵子龙，那赵云大仙，他在1955年跟1984年在法会的时候求道，或许会很奇怪，张前人底下都是三国人物在那边张飞啦那个什么马超啦，都在他们那边投胎，甚至有的投胎成为那边的人，一个少年不少年才是张飞张三爷都在那边的，这好像有姻缘吧。1995年在怡保，马来西亚的怡保，那个也是法会的时候，借着三才的窍，赵云大仙就是赵子龙，他来借窍，讲了很多话，就说好羡慕大家你们有身体，我老母给不给他给我来这里显化，给不给我求道我都还不知道，讲了5、6遍讲了5、6遍，他讲一句话，我们练一练，他劝告班人，我们练一下，今天的。是生是死，是永恒是短暂，是鲜活是孤魂，完全是在于你的手中。各位贤士，你若失去了人生，像我这样，再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有批文言文的序，又讲很多白话序，句句感人当场的人都哭了。为什么？想一想，人家是将军，那是大仙。结果呢，他苦苦哀求他想说，他当然啦，感动大家，他有功德，他可能比较有机会求到他使出浑身解数，所以看起来是很令人感动。他这里讲到，一切的希望在你手中，所以说不要失去了人生，再来怨叹，再来马上就请自然解先生到场了，在现场就说了。子龙与众有因缘，方到中心之中心佛堂来显化。一介将军弃天仙，欲须得子圆罗颜，逐渐天道之珍贵，尔等且还坐等前，就是说没有感觉他说你们好像没有感觉不知子龙表诚意跪在平山30天，哎呦，跪什么干或者这辈子跪最多在什么时候？在民国86年的这个在皇室佛堂跪半天，老师临场跪半天最多而已，要跪30天。如果说跪半天，道场可以再轰站起来，也值得那跪了半天也值得。所以后来的精进班就从那时候开始未到磕头朽破流，唯道表白真诚前就是大家想一想，你们应该感到汗颜惭愧要这样讲。你看指定惠州就是刘惠州老前贤，堂前来听命，受命于半年就叫他替其他人办，你在老资格嘛。银保澳门已决定不是你决定的刘惠州刘铁兰师，张雅乔张铁兰师，一个当隐师，一个当导师，只有这样子，那就可以了而且他这样子就说。裁决日期有技工，技工是当家的嘛，所以老师决定日期。后来是29号就办了，过了4天，不能再拖。为什么呢？子龙实现金已至，法会过后即半年，子龙得子1年后，吴方允许来结缘。为什么？把功德做好了，来参加火会。1年之后，你看3天法律院，义军大将军结缘序就不一样了，还在给我们劝。他就说：“趁有人先，请修炼。时过境迁，悔恨绵。今生不向死生度，万劫不复列如泉。修对天道半一性，修配凡情家所牵。权贵龙香何贪恋，峨冠博带不值钱。权贵就是有钱，龙香呢压五风。那个千里马在奔腾的时候，头是昂首阔步。
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头是往上抬的，那跟那个一样，就是说有钱有势，不值得贪恋。为什么？你是有钱富贵，你是富贵众生；你当皇帝，你是皇帝众生。为什么还是要死？还是要面对裁判？峨冠博带，你穿的再华丽，不值钱。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到这个一个大仙求道的一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接下来第二个下度幽冥鬼魂，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遥远，因为我们还有肉体，那刚刚有讲过了，幽冥鬼魂求道有两个途径，一个叫阳表，什么叫阳表？就是求道表文，求道表文叫阳表。阴表呢？阴表就是超导表文，超导表文。那么莲子求道的，那也是要来头不小，为什么呢？7天仙求道都很困难的，你一个善魂，他要求道，那就是要很大的因缘才有办法。所以在民国59年的正月22、23、24法会的第2天，有一个叫做黄阶级的那个班员，就给这个一个朱凤莲，一个善鬼借窍，就在那边讲啊，我要来求道啊，土地公带我来的啦，我有义子啦，那这个后来他说你不要在这边吵了，人家开完我们老千也不在啊，谁敢做决定啊？结果第2天一大早5点钟要借窍，接下来就说借到7点的时候，就说你们的老钱就快到了，一打电话，老千人到平交道，再过几个钟就到了。他的鬼灵精，他知道哦，所以我就等他来的，他老7点会来，他5点就在那等他，等到7点来了。那这个善人呢，他在老千来之前，他有讲的这些。朱凤莲他是彰化人，父亲是朱成，母亲林阿丑。小时候父母双亡，3岁被他抚养，5岁就有弟弟。没有弟弟以前，好像掌上明珠；有弟弟以后就开始好像有恶有分别心了所以受养母虐待。10岁的时候，他养母去赌博赌输了，他在那边打水的时候，他心情不舒服，一推把他推下去，然后死了以后，用砂石把他埋住。然后，但是这个朱凤莲3世为尼，当尼姑出家，而且修桥补路有功德，可是他还是没有得到，还是要下地狱所以后来他这个主地公就跟他讲，来打你知道不？你要求道没有办法啦，你要等那个什么，等那个法会的时候去找观音菩萨，很慈悲，你跟他要。就观世音带他去见玉皇大帝，要他你要拿义子过来。我说土地公还教他方法，可以博，你知道所以他等了第2天等到了。结果我们后来他求道以后饮食是得宿命，宝石王阶级，这是上天定好的。然后功德会50元差不多了。我民国62年求道也是50元50元。然后上天封他为凤莲公主。那么老先人就说，那阴阳两隔啊。你说有意思，我也看不见，你练练看吧。他说把这个练出来，练出来以后，老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老先生也考验他，哇，他急了，哭了。后来老师灵坛借窍所来证明说，他真的有那个因缘所以后来他求道。那么他有讲到，镜上莲花结又白，他拿到莲花才能来听课然后4以上门小女孩。凤莲无辜来受害，被陷井内石海，遭受砂石重重盖，魂断冤情不洁白。小年纪遭内带，魂无所归乱徘徊，令其全身功德在，玉皇大帝有主裁，赐令仙翁听交代，领其凤莲下凡来，现身访道临失败，莫作游魂苦难哀，叩求前人梦万代，指示连入回莲台。他还交代他你去了求人家，人家给你点到就给你，不给你不能乱来人家是有天命的。玉皇大帝还这样跟他交代，还听他讲嘛，弄出来，然后他还交代我不能乱来人家要让你求到不能求到，你就乖乖的，你也不能乱。孩子嘛，他没有心机嘛，全部都讲出来，都泄了底。后来老师连谈证明说他真的是有福分，就求得到。那位大
确定。结果这个朱凤莲哦，这个上人求道以后，他去渡鬼，你知道吗？要不鬼又来求道，那所以后来前面好像说，我看到你好好渡道就好了，你渡些鬼来哦，我很麻烦呐。哦，你渡道就好了啦啊，所以有渡鬼的记录啊，渡鬼的记录。还有一次渡了一个外国鬼，还要找人翻译去翻译啊，这个很有办法啊，很积极的一个鬼灵宝师，鬼灵宝师。在莲子求道，我们发生在我们镇的，我们李良师，李良师有点鬼、点上火的一个良师哦，在民国58年，98年啊，那是刚好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张瑞婷的家张氏佛堂那里在开会，政委要开会，开了一半，一个翘首退休的翘首吴端真突然间怎么样有一些话要说。后来就是说有上人吴瑞华，他想要求道那当然我是没有参与，不过对面看到那个孙衍坤，他是当下子理，因为他是有在练功夫，他多少有感应看得到。我们看他写的这篇，他说在上人求道之前有6个人求道，为什么呢？他功德回向给那个上人，怕功德不够，所以李良师献香跟老母禀告。求老母让上人求道，因为那个韩老主人是已经同意叫我们李良师办了那可以就是求老母慈悲，让他来求道，就是读表回向功德。刚好6个人求道嘛，功德回向给他除了功德会以外，也帮他做点善功。那这时候孙衍辉就感到会昏昏沉沉，有那种感应。那当在烧表回向功德给上人的时候，他整个人好像有一种压力很大，从脚一直到头有轻轻飘飘的感觉，好像整个人要飘起来了。这时候他看到外面还有一股那个气磁场就能压进来，他说好像是一个人这样子，很多人压着他，好像天兵天将送那个上人来求道。求道的时候，他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形，就跟那个灵宝师也是替他求道的那个照耀者，就合连在一起。这讲得非常正确。以后有时间你碰到他来签稿这里这是在花生网正和这个上人求道，这是阳表那还有一个就是莲子求道的是怎么样？冤念莲子求道，或者在和美天后宫。天后宫不是有个李成道李良师吗？这个李良师他的儿子留学美国，他的媳妇留学日本，都是高学历的。就他这个媳妇就胡言乱语我没讲呛贼啦怎么样？怎么求神问卜都没有用。后来经过调解，就说了他是4代前的祖先，任2品官，误杀5个族182众，误杀冤死人。那李良师就说我们那么多兄弟，还有我们的左右，我们那个唐伯叔伯的，你能埋锤都会锤我？你看我吧你是点燃师，你有功德我找他们没有用而且他选择那个高学历的儿子媳妇现身，才会被人迷信，对不对？就这样子胡言乱语后来没有办法，韩老就说好吧，办吧，无名。韩老很天才，编号上人1号、上人2号，他一组有28个人，5个人、10个人不一样，他有那个数字出来。好，这一组编好了，就找那些修得非常好的亲头的，有的是清修的讲师代表授点，全部都点完了他那个媳妇根本没有办法动，在家里睡，在家里睡，所以点完功德回向的你知道吗？就好了那边就好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求道。再来超拔音表，超拔我们讲到就是子孙有功德我们就是多少10个人亲口设佛堂，然后你就可以有资格超拔1层父母，你到了点燃师可以超拔2层父母到祖父母。在香港有个茅山道士求道，他弟弟叫做赞长天怎么说？因为他这个哥哥
他的法术可以看到一些无形界的东西。他自己也很了不起，他是传人，茅山的第几派的什么传人，他自己也很了不起。所以弟弟怎么跟他说，不信就是不信。然后弟弟就说了，我们爸妈要抄嘛，你最少也到场啦，对不对？他是想说，我来嘛，机会快，大家感化的嘛。他说我可以到哦，我在门口，我意识进到就好。好，那么就我在外面坐在椅子上，结果后来请坛不是那个要那个要什么要叫名字吗？叫名字的时候，一个一个叫王林某某随子赴坛听典。他看到他爸爸血淋淋，对不对？他爸爸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打死，被红军打死，就是那个样子。他看见了血淋淋的，然后他跟爸爸不甩他走进去。爸爸到了以后，他看到爸爸前面有个仙长，说的衣服都换过，血不见了，光鲜亮丽，全身发光。爸爸不甩他，这个不孝子，不甩他，他进去，我要求道，没有，我要求道，为什么？我说爸爸超法以后完全不一样。然后点到了说，等一下，他以为说还回来，这么好的道我一个人求，太自私了。我全家都在求，你等我一下，我一开车带他们过来。后来全家都求了，这是真的事情。战场跟他们兄弟，这是在香港，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台湾那个蔡光辉在莲师凌晨到了，他还得到天仙的果位，他太太的蔡太太我很熟嘛，以前都在那边帮办，在代办。他有一次跟我讲，在谈的超法的事情，那个蔡太太就说：“莲师，我有印证。”我说：“你有什么印证？”他说：“她的老公有个弟弟3岁就不在了，后来前人办超法，他这个蔡莲师帮他弟弟报名，前人同意了，择日就要办了，是不是也没有告诉太太啊？然后有一天，蔡太太在煮菜，晚餐在煮菜的时候，听到人叫阿瑟，没有听到声音啊？哥点阿瑟，原来在饭桌下面有一个小娃娃。你是谁？我是恁小姐啊！我捌看你呢，我3月就无去啊。你们创啥？就跟他对答，反正聊天这样子哦。我哥是跟人说哦，替我报名了，要办超法。你是我们家的经济部长，你要帮我出功德会，谢谢你哈。就不见了哦。他还拿着铲子，我们在做梦吗？晚上就问他老公，你有弟弟生日就不在了，对啊，你怎么知道？你要帮他办超的，对不对？对啊，他来谢谢我，叫我出功德会了。所以你这个，然后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的事啊。还杨建新杨讲师潮州堂的主任委，他的爸爸，他帮他爸爸超法以后，也许说，不知道有没有回去，两天前有没有回去？有一个在天龙宫，就是在斗南有个鸡桶，游天堂到南天门的时候。看到一个神，一个小神，他跪在那边，那是女主师带他去的。主师我借你的翘首，你的那个当机讲几句话，就跟他讲说，我的儿子在洪州堂是当主任委员，他帮我超拔了，念的要想，要怀疑说有没有回来，你带有口信回去，跟他说我有回来了，让他放心，这样好不好？行。他回来以后就找从哪结婚？杨主委当然我就是。你爸爸告诉我说，叫我跟你讲说他要回去了，你不要担心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地呢跟我们不同系统，所以说这个真的太奥妙了哈。那再来中度人生的系统，我们就从求道讲多少算多少哈。求道无上灌顶的殊胜，各位你去达赖喇嘛帮你灌顶，你要先拿美金去排队，他报名费的。达赖喇嘛很有意思，他就说。你们不诚心没有效，不是我的问题哦，是你自己的问题哦。那我们说请坛就是万仙护法，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奥妙。我是简单说了，因为时间东西太多了。那个我们到泰国去开荒，很难，因为语言不通。有个叫魏台亚的，这个魏台亚就跟我说就是这叫魏台亚，他就是讲师，魏台亚讲师他就跟我说，阿詹就是莲师嘛，阿詹你到我们家乡来拜，
要多少有多少，不用这样一个两个慢慢点。我说你不要吹牛哦，我说真的包在我身上啊。那我们就礼拜六晚上租一部9人座的车，坐了19个人就开上路了。泰国人很会挤哦，泰国人瘦瘦的就挤了19个。开了10几个小时到了家，还没天亮，他叫我泡泡很关，就是先睡一下，还帮我铺了棉被。我说，你不是说要多少多少呢？你们家才2、3个人啊。他讲哦，在焉焉，在就是心呐，焉焉就是说心不要太急。泰国人说话急，动作急，我听到他叫我不急，我更急。他说，梁师，我已经交代村长了啊。办到怎么交代村长？他们家才有麦克风啊，才有后上啊。这回事啊！等一下后上老师讲话，我听得懂。各位父老兄弟，这是村长第一次报告，台湾有来了一个名师，可以传道给你，让你上天堂。有兴趣的带身份证来报名。哦，这个是很天才啊！我没有教他，他自己这样弄的，你知道吗？过了10几分钟，来了100多人，都拿了身份证，为什么呢？